假日游览食好料的南投有真个出名的名产，为了配合南投世界职业博览会，中兴新村一间海产餐厅特别推出茶园的料理，总部师讲以茶来调味，或者海产食起来有无同款的滋味。甲菜龟蛤蟆含干贝类同齐炊已经足清天，佮加红茶入菜，业者更加成功。加红茶互口味更加爽脆。中兴新村一间海产餐厅配合南投世界茶米博览会，特别推出一道用茶米来做料理。个人最推荐的就是干贝丝瓜蛤蜊料理，跟那个我们的招牌海鲜米粉锅。佮招牌控拍炊海鱼料理，冒加鱼池的味香红茶，或者是清白客青茶入菜。黄小姐讲，原本的招牌料理就真好食，即马加茶米入菜更够特色。加红茶入菜，其实吃起来跟以前更多的不一样，是它就会因为红茶的关系，它会比较解腻。即摆推出茶米料理，餐厅讲因特别研发的冷饮红茶甜汤，用当地农民做冷饮罐加红茶落去，迅速提供在地农特产。Hello， 我是冯薇芝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